想去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核心地段買一套央企出品嘅精裝單位，而且總價仲係2字頭就有交易，呢個屋苑就啱晒啦。往樓下就睇到華發商都，全部都已經開晒業㗎啦，而且白色小屋頂嘅就係十字門輕軌站。呢面仲可以睇到國際會議中心同埋澳門半島嘅。今日睇下呢個80平方嘅3房1廳1衛啊，先睇下3.4米嘅開間，北上3口生活啦，完全夠用啊！咁轉頭睇下個陽台呢，可以封咗佢，做咗個乾衣機同埋洗衣機嘅收納，大家可以做個少少嘅參考啦。嗱，由入戶門入嚟呢度呢嘅交樓呢會做通頂鞋櫃，成個廚房呢都夠晒用噶，全部呢都係西門子嘅交樓標準啦，而且雪櫃位啊都預留埋俾你啊，仲要係啊，佢都係做埋明窗噶。嗱，講翻呢度嘅配套啊，樓下行落去呢就係華發商都啦，超級方便，國際會議中心同埋5星級酒店呢就喺隔離，5分鐘收會員啦，乜都齊晒啊！可以睇到啊，交付時候啊，呢度係一幅牆，參考樣板房啊，打開成半開放嘅小書房。嗱，交通方面啊，輕軌落樓直駁拱北口岸，隨時過大海；港珠澳大橋口岸啊，大概15分鐘嘅車程，40分鐘啊，直達香港嘅市區啊。嗱，呢邊嘅衛生間啊，用嘅都係 Total 嘅品牌，仲有個小標槍，都夠晒日常使用噶。睇埋另外一間房，客房嘅空間咧都足夠晒用，光線啊夠晒充足啊。走廊呢個位置咧，自己都可以加埋個收納空間。嗱，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啦。嗱，咁入嚟之後咧，呢度咧係3面落地嘅，仲有個標槍位置，哇，光猛到爆啊！嗱，講翻各位要注意嘅地方先。首先咧，輕軌去口岸咧要轉車，唔似地鐵咁一站就可以直達。嗱，周邊嘅商業咧都仲係招商階段，去夜市食嘢啊都要嘥啲腳骨嚟噶。咁但係呢度核心嘅地段加央企嘅品質咧，呢個樓盤嘅價位咧真係可以收貨噶啦。嗱，想喺十字門買高品質嘅小三房嘅話，記得關注我。有興趣嘅話喺下面留言，我即刻 send 啲資料俾你睇下。